大家好，你有冇試過見到網上嘅八卦片喺度盲批抹黑你中意嘅藝人、歌手呢？你明明打咗大篇道理入去，理性澄清，但點解你條留言會無啦啦被隱形嘅？人哋完全睇唔到喎。你以為嗰啲網紅真係手握獨家內幕？其實好多內容根本係斷章取義。點解佢哋連芝麻綠豆咁嘅小事都要炒到世紀末日咁大啊？因為你越憤怒，佢就賺得越多啊！今日我哋唔講八卦，我哋直接踢爆呢啲娛樂八卦片背後操控留言、利用演算法、瘋狂吸金嘅精密套路，同你拆解網絡流量黑幕，教你點樣見招拆招，唔再做流量博弈入邊嘅棋子。好啦，我哋即刻入正題，拆解第一個黑客級嘅套路——留言消失之謎。身為粉絲或者理性觀眾，見到啲八卦片斷章取義，你一定試過入去有理有據咁反駁，甚至打咗大篇道理，撳埋發送，你睇住條留言成功發佈，心諗今次講到你無話可說啦。但如果你試下轉用朋友個 account 入去留言區睇睇，咦，條留言去咗邊嘅？全條冇咗喎。呢個唔係系統出錯，而係班博主最中意玩嘅陰招，行內叫做影子禁言 shadow ban。佢哋好聰明，絕對唔會直接刪除你條留言，因為直接刪除你會發覺到，你會憤怒，你會再去開火，所以佢哋會喺後台撳一個掣，將你設定為得你自己睇到，全世界都睇唔到。佢哋咁大費周章咁樣做，目的係一個消滅理性嘅聲音，營造一個全世界都喺度鬧緊呢個歌手藝人嘅假象啊！溫和澄清嘅人被隱形，評論區就只剩翻一堆大風向嘅盲批言論。等食花生嘅路人觀眾一入到嚟，就自然跟住一齊信啦。呢種操控係咪聽落都覺得好無恥啊？但問題嚟啦，點解呢啲博主一定要無風起浪，營造呢種瘋狂對立嘅世界？答案非常現實，兩個字：賺錢。依家主流社交平台嘅演算法核心只睇兩個指標：播放時間嘅長短同埋互動數據。如果今日有一個博主好溫和、好客觀咁去講，其實呢個歌手今次表現好有進步啊！大家睇完心諗，咦，講得幾好喎，然後就轉身走人。好少人會留言，咁對演算法嚟講，呢條片就叫冇價值、冇熱度，條片亦會漸漸石沉大海。但如果博主刻意製造爭議，寫啲負面揣測呢，哇，不得了啊！粉絲一定入去護航，黑粉路人又會入去食花生，落井下石，雙方喺留言區瘋狂開火，開大片，大家喺裏面炒得越兇，喺評論區留言得越耐，平台嘅播放時間同互動率就會幾何級數咁飆升。演算法見到就會話：哇，呢條片咁多人互動，正啊！於是瘋狂推俾更多路人睇，流量一爆，平台賺到嘅廣告費就變多咗，而博主分到嘅錢亦同時自動增加。
同樣一條片講抹黑爭議嘅收益，隨時比客觀點評高出幾倍啊！面對咁大塊肥肉，邊個再同你講客觀中立啊？自然越嚟越多人跟風造謠啦。咁佢哋通常用咩手法去抹黑呢？最常用嘅就係斷章取義同埋主觀推演。舉個例，個藝人可能啱啱坐完長途機，或者病病地喺記者會上攰得滯，眨咗一下眼，又或者個樣冇咩表情，呢啲八卦博主就會將呢1秒鐘嘅畫面截取落嚟，放大，行慢動作，再配埋啲好懸疑嘅陰謀論音樂，旁白就會講：大家睇下邊個面對前輩嘅時候，居然露出咁不肖嘅眼神，真係態度傲慢啊！大佬啊，人哋眨下眼攰啫，都可以被你推演到人品有問題。但偏偏網民最中意睇呢啲人設崩塌、形象破壞、徹底翻車嘅情節，結果小事就咁樣被無限放大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，娛樂圈八卦嘢食下花生啫，認真就輸啦。其實呢啲失實八卦片對歌手同藝人會帶來3重睇唔到嘅實質傷害。第一重係精神同心理上嘅折磨，藝人都係人，每日一打開電話就見到幾千個無中生有嘅鬧人留言，邊個頂得順啊？第二重係商業價值嘅損害，好多品牌揾代言人好講求形象，雖然品牌知道呢啲係假八卦，但為咗避嫌，費事惹起網絡公關災難，往往會選擇放棄合作。呢個係實實在在嘅經濟損失。第三重就係令成個網絡生態集體弱智化。當劣幣驅逐良幣，以後就冇人再認真做音樂，認真做實力派，大家都去研究點樣製造醜聞啦。咁樣嘅娛樂圈，你又想見到咩？既然知道咗個套路，我哋普通觀眾、粉絲同埋歌手藝人應該點樣應對，至唔會墮入個流量圈套呢？首先，對粉絲同路人觀眾嚟講，最勁嘅武器唔係入去鬧佢，而係3不原則：不長時間停留，不留言，不轉發。你要明白，你入去留一句言鬧佢收聲啦，你造謠講大話，其實係幫緊佢增加互動率，幫佢賺緊錢啊！所以最好做法係直接撳檢舉舉報佢，然後擰轉頭走，一下都唔好再點入去睇，斷佢財路，等佢自己冇流量而死。咁樣對於歌手同藝人呢，就係要建立強大嘅心理質素，不隨之起舞。同時，公司要做好法律傳證，有需要時直接出律師信，唔好等事件發酵。最重要嘅係繼續用好嘅作品去回擊，因為實力永遠係最好嘅防彈衣。好啦，嚟到尾聲，同大家做一個總結。呢套影片其實係一套送俾大家嘅網上防騙指南。網絡世界真真假假，特別係香港嘅娛樂圈，好多時你以為係正義公審，背後只不過係某個博主
喺度數緊銀紙嘅金錢遊戲。無論你係純粹刷短片嘅路人，定係真心護主嘅粉絲，學識了解呢套八卦套路，我哋先可以做到理性睇片，理智應對網上輿論，唔好再俾自己嘅情緒白白成為人哋流量博弈入邊嘅一粒棋子。最後送上金句俾大家共勉：智者止於八卦，流量斷於理性。網絡世界嘅風向係由每一個人點擊吹出嚟嘅，只要我哋每一個人都多一分理性，呢啲歪風自然吹唔起啦。如果你中意我今日分享，覺得呢套網上防騙指南幫到你拆解網絡迷思嘅，歡迎俾 like 讚好，同埋 share 分享俾身邊嘅朋友。再見，拜拜。